平時北上消費，次次都係行街、睇戲、食飯、按摩，會唔會悶咗啲啊？趁住依家天氣咁好，今日就帶大家去玩一啲既便宜又奢侈嘅活動，就係同大家去野餐露營啊！我會為大家介紹3個地方，同埋會親自示範作為一個港女點樣喺2分鐘裏面搭好一個帳篷。最後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喺珠海野餐露營要注意啲乜嘢地方。唔阻大家咁耐，我哋即刻去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呢個頻道，我係你哋嘅主持人 Angela 安琪兒。話說早前珠海搞咗一個琴海露營節嘅活動，我哋都去咗八卦一下。一去到見到嗰個狀況，真係不得之了啊！因為嗰度兩旁草地嘅面積係非常之大噶，但係竟然都可以塞滿晒唔同大小、形形色色各種嘅帳篷營幕喺呢度，嗰個場面真係好壯觀啊！我冇諗過，原來有咁多人都中意露營野餐，仲要有埋自己嘅私家帳篷營幕。喺呢度見到佢哋好多人一家大細坐喺草地上面，淨係食下嘢、傾下偈、曬下冬日嘅太陽。小朋友就喺草地上面跑下跳下，仲有好多人帶埋狗狗嚟感受呢一度熱鬧嘅氣氛。我喺呢一度得到靈感啟發，決定自己都要買翻一套營幕帳篷玩下。不過年紀大咗，我自己有社交恐懼症，好怕同人逼，所以我會避免呢一啲時間嚟呢一啲地方。如果你都同我一樣嘅話，就要跟我嚟，等我介紹一個冇咁多人嘅地方俾你哋玩。跟住同大家介紹呢一個野餐露營嘅好地方，就係橫琴賽艇公園。呢度就係我之前介紹眾福餐廳嗰個地方。大家可以選擇餐廳對出嘅草地嗰度野餐，但係我哋想避開啲人群，所以我哋就選擇咗喺佢對面河嘅草地嗰度搭個帳篷。佢喺呢一邊都有公共洗手間㗎，所以大家唔需要擔心清潔嘅問題。而且架車可以就咁停喺路邊嗰度，唔使專登泊低架車喺停車場之後，再要推住啲帳篷行一段路。我自己就覺得比較方便。想去玩，但係又擔心要攞好多嘢，同埋要嘥時間去搭帳篷。唔使怕，話晒我都係一個灣區港女，你哋擔心嘅嘢，我比你哋更加擔心。跟住落嚟，我會親自示範俾你哋睇，作為一個港女第一次搭篷，點樣利用2分鐘時間就可以起好一個營幕。大家依家睇到嘅片段係我用咗2倍嘅速度嚟到播放，因為我唔想大家嘥足2分鐘時間嚟睇我搭一個帳篷啊。我只係想俾大家睇下依家嗰啲新產品嘅設計便利度非常之高，我作為一個新手都可以毫無難度咁樣起好一個篷。而且當中因為有啲位置唔啱，我係調整過一次嗰個位置 ，total 我都只係用咗大約2分鐘咋，所以我覺得只可以用快、靚、正呢3個字嚟到形容呢一個篷嘅設計。呢一個篷嘅面積其實都好大㗎，有700乘460 cm 咁大。大家唔好以為佢好亞訂啊，因為佢折埋咗之後嗰個 size 其實同一張瑜伽墊差唔多大嘅咋，而重量就大約只有5.2 kg， 所以我作為一位女士都非常之容易咁樣可以駕馭到。大家千祈唔好以為我收錢賣廣告啊，因為我自己都只係上網買嘅咋。我係真心推薦俾大家，因為無論佢喺設計、用料定係實用性方面，我哋都俾滿分佢㗎。而個重點係一個咁好嘅產品，佢個售價只係大約需要200蚊咋。大家睇下佢個設計細緻度，嗰個營釘嘅設計尖尾部分係互相卡住，方便收藏之餘又唔會拮到手，所以真係想同大家開心 share， 同埋俾一個讚佢啊！正所謂審美嘅眼光，每個人都唔同。唔知大家對我呢一個後現代抽象派嘅藝術品有啲乜嘢評語呢？我自己就非常之滿意啦，因為話晒都係我第一次完成嘅帳篷。當然結構穩固度就有待商榷。起好個篷，梗係要揾張凳舒舒服服咁樣坐低享受下啦。依家我就想同大家介紹下呢一張唔使用泵嘅吹氣梳化。呢張梳化折埋咗就好似一塊帆布咁大，要充氣嗰陣只要攞住佢跑幾秒鐘就可以充到氣啦。你話係咪又要俾個讚佢呢？你睇下整好咗之後，夠我同豆公主一齊瞓上去都冇問題㗎。咁好玩嘅梳化，一個大約40蚊。如果大家唔想自己喐手整篷，都仲有一個選擇，可以租一啲露營車嚟住，體驗一下露營嘅感覺。呢個地方叫做星樂道露營小鎮，佢嘅地點係喺香洲區裏面，啱晒嗰啲一家大細想喺城市裏面，但係又有露營感覺嘅朋友仔。除咗房車之外，佢嘅房間選擇類型都幾多㗎。我自己就覺得呢個地方比較適合有小朋友嘅家庭，因為始終喺市區吃喝玩樂嘅地方會比較多，而且有冷氣，舒適度相對比較高。佢呢度有一個叫做雙人升旗塔，裏面有好多遊樂設施俾小朋友玩。我自己上網睇過，佢1晚酒店加埋呢一個樂園嘅套票，大約1晚係500幾蚊。對有小朋友嘅家庭嚟講，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
如果大家都想去郊外露營野餐，跟住有一啲溫馨提示俾你哋。以下嘅內容係根據珠海市官方嘅指引整理咗一啲重點俾大家。例如喺揀選地址方面，大家需要喺公園裏面劃定嘅帳篷區裏面搭建帳篷，千祈唔好喺一啲歷史建築、古樹名木、高壓電線或者河道深嘅地區裏面有潛在危險嘅區域裏面紮營。至於用火限制方面，公園帳篷區裏面係禁止一切燒烤、烹飪等等使用明火嘅行為，亦都係禁止燃放煙花炮竹。所以建議大家準備一啲小食，例如三文治、水果、沙律等等，咁就唔驚餓親啦。至於夜間使用規定方面，公園陸地帳篷區裏面原則上夜晚係唔會開放過夜㗎，所以大家要準備喺日落之後就要離開。最後就要提下大家唔好忽略咗環保意識啊，記住要做到無痕露營，離開嘅時候記住帶走所有嘅垃圾啊。今日同大家介紹咗一啲適合野餐露營嘅地方，除咗住酒店之外，其他地方基本上可以話係零成本，唔需要消費，又或者只係用200蚊嘅價錢買一個帳篷，就可以同大自然零距離接觸。呢個活動我自己覺得只有呢一個時間比較適合，因為唔會太熱，又唔會有太多蚊蟲，而且凍凍地有啲太陽曬住，真係好舒服㗎。點解喺片頭我話呢個活動既便宜又奢侈？作為一個都市人，平時返工生活咁忙碌，放假嘅時候可能淨係想留喺屋企休息，邊度都唔去，又或者相反地要約朋友出去行街睇戲食飯唱 K 直落，將一日嘅行程塞滿晒佢，要 spare 半日出嚟乜嘢都唔做，淨係望住藍天白雲花花草草，再加上好多地方都寸金尺土，要 spare 一個咁樣嘅地方出嚟俾你 hea， 你話係咪好奢侈呢？但係你睇下我同呢個小妹妹嘅笑容，就知道呢一份奢侈我哋絕對願意承擔，而且覺得非常之值得。希望你都喜歡今日嘅片段，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